有两个少年妈妈为着要互古典乐行入囡仔的世界，因办亲子音乐会、做专辑，甚至去偏乡的学校，用故事加上各种的乐器，互囡仔搁较有兴趣。下暉7点半，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因安怎甲古典乐结合伫咧日常的生活来推动。 这是一场专门为6岁以下的囡仔所设计的古典音乐活动。这囡仔就算听无，嘛会当感受旋律内底美好的感受。4年前，由2个妈妈创立的儿童音乐公司，以讲故事结合各种的乐器甲互动为目标，要带领囡仔加入古典音乐旋律的世界。 大家都感觉讲古典乐很遥远，可是呢，我们的广告、我们的电影、我们很多的内容里面，其实都是满满的都是古典音乐。我们让小朋友一个让他觉得很亲切的方式可以去接触，他其实离我很近，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宁愿爱贝卡是什么意思呢？有个机会，互囡仔甲台语啊，搁这音乐。 结合做伙，我感觉这真趣味。囡仔愈细汉对这愈有兴趣啦。我嘛想讲有机会吼，互咱囡仔的这音乐的教育吼，为细汉开始。除了市区的演出以外，团队嘛发现真侪囡仔无法度亲身参与，所以因成立行动音乐教室，把因的课程带入偏乡的学校，万倍天才教室甲病院。 我是在新乡的爱国国小长大，为小朋友觉得说他们能够接收到现在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表演内容，觉得蛮不错的，就是蛮开心。因为我们都会是用合唱的方式来教学生音乐，或者是学母语，所以比较没有这种比较传统正规的那种音乐的课程。轻吹一口气。小孩子的学习就是还是需要引进一些资源，才能够拓展他们的一些视野。这群人用各种方式，让古典音乐行入囡仔的世界，或者音乐变作因囡仔时代记忆，化作是养分，为咱台湾的音乐教育增加更较侪可能性。记者洪兆生、吴一修综合报道。